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大家晚安。我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总干事，我是刘应燕牧师，我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晚安。我的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从一个这个立志要成为会计师一直一路以来。后来对人的生命有兴趣，于是就往协谈，也成为国小的专任辅导老师。再来，我觉得只有辅导好像不太够，好像人生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所以我再继续来读台湾神学院这个道硕，所以我现在是一位牧师。那我自己在成为这个3个孩子的妈，我现在最小的孩子已经26岁，我有2男1女。那我最大的儿子已经32岁，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可是这一路以来这个当父母当得好委屈这个挫折是很多那所以我一直以来将近25年，我一直在不同的社区。我对家长我非常的看重，因为我自己是被许多的家长一起陪伴特别是我的孩子在走偏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洪桃梅老师他来陪伴到士林的地方陪伴那时候我的孩子真的是第二个孩子从这个家里逃可以说是逃到这个想要走的路。那么越走呢，那个路越黑所以那个道路叫做什么？叫做黑道嘛所以呢我这个妈妈的心很痛。但是那时候有一群的妈妈陪伴我，但是我的老大跟老三呢，他们却是走比较这个一般的路线那我想对我的冲击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很高兴这个一路陪我的这个洪桃梅老师。他这个也在最近的几年，我们刚刚有看到我来桃园服务以后这个协会叫做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如果你有看到刚才那个影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协会是从这个0岁一直到99岁所以我们叫做全人。那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每一个年龄我们都需要生命的教育，特别是长辈也是这个4年以来我们发展的。所以在协会里面，我们也有跟政府合作德福的关怀据点还有除了全年龄以外，我们也发现这个儿童很需要教育，长辈需要教育。那我们也知道有一群人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也有安家银行就希望透过帮助人短暂的透过那个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陪伴。当然还有另外一群我们所谓的恩友有人称为韩式，或者是有人称为街友这也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个故事，只是这个时候他过不去而已，所以我们也一起来陪伴他们每个礼拜当然我们现在更多的发展在看到108课纲，是我们从暑假以来我们看到家长的这个焦虑，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成人的，我们也有打这个太鼓的鼓舞班也有儿童的鼓舞班，还有青少年的鼓舞班。当然就有我们
这个鼓舞的家长成长班哈，所以这家长成长班是这样子来的哈，所以我希望这一段时间哈，大概6点半的时间到7点半，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大家会邀请一位来跟我陪伴我们哈，他可能有一些经验，那特别是今天跟接下来我们总共会有6次每次大概洪桃梅老师他只能来半个小时，因为他另外半个小时会有事情。但是没关系他每个月会来2次哦，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好好来珍惜这2次。所以刚刚应业牧师有先把这个我们的可能今天会提到3个回答这样的可能很多人因为我们这一路上我们有统计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些疑问，那我有先给洪老师，所以也邀请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想要问的，今天可能没办法问到，但是下次老师上课来的时候是10月30就是下个礼拜哈，老师也会继续来回答。那希望我们这个在这个家长成长班，我们彼此鼓舞，我们都非常需要哈。好，那我们呢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再太多的说，因为老师已经来了哈。那我们等一下老师7点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那时候我们可以有多一点大家来讨论，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家长成长班是大家可以共同来经营的哈。那当然这个会是比较属于已经上学之后的，那学龄前的这个老师更是第一把的交椅哈我最佩服他的就是所谓的透过自动游戏。我们的孩子在这边经过大概快2年哦，1年半2年他们的成长真的非常多。最重要的成长就是除了他们这个情绪这个比较稳定，另外他们会比较能够专注，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哈。怎么会越动越能够专注？这个可能要专家才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不会越动就越好动，不是他竟然动一动之后，等一下却是非常的专注啦哈。当然呢，我们的老师他这是厉害的点，就是你被他骂你还很高兴这样不能破坏老师的名誉不过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家长领受很多说，我们这个家长太久没被骂骂以后就知道怎么样来当家长，而且在骂的过程中不是骂啦，我这个讲的太夸张了，因为这个我跟老师很熟啦其实他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孩子如果走不了房门你说关在房门，你就走不了家门，然后你就进不了校门，毕业之后你更进不了这个公司里面的大门那我想我就是让洪桃梅老师自己来简单自我介绍，以及他今天所要回答我们的3个问题我们先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洪桃梅老师，我们欢迎秦老师开麦克风，谢谢。有，我开了，大家晚安哦。晚安。晚安，好，谢谢牧师的介绍。我其实是牧师，我就也很坦诚的说啦，我其实是今天从早上9点接个案接到刚刚，然后牧师在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拒绝他很久，不理他很久这样子，是因为今天接了6个个案，其实也不轻松。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6点半就要下班消毒完，然后我让我的同事稍微等我一下，所以我真的只能参与半小时。然后也谢谢牧师，就让我只参与半小时，是我今天也工作一整天嘛然后该休息还是要休息，所以呢，我真的就是只能跟你们半小时。那我的声音清楚吗 ？OK 好，对，谢谢你们。那我就是先简单分享一下牧师给我的3个题目，一个到底是要当爸爸妈妈还是要当朋友，这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答案。那在我的諮商室里面，国高中生在疫情之前真的蛮多的，应该占有我个案量1/3，甚至到1半强。国高中生真的是非常的多这样子。那108课纲今年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国中生呢，我先讲一下国中生跟高中生，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国中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如果你当不了他的朋友，到了高中你就更无计可施。所以我认为，确实到了国中的时候，我的比例应该是这样哈。我说说看，你们听听看，当然也可以留言给我，随时可以发问，反正有6集嘛哈。然后我真的就是硬着头皮答应牧师，因为牧师真的就是这么多年来算是也给我很多的肯定哈，所以我分为5集好了，你可以评估看看。我认为到了国中之后呢，你一定我认为特别是青春期不稳定的时候，一定要有至少3分是要当他的朋友，2分当他的父母。那假设很难管教，你可能又要再加1分，是想办法当他的朋友，只有1分当他的父母。当然每一个孩子的状况真的不太一样，所以要看你的孩子的状况是在哪里。那这些分数可以增增减减。如果你这个孩子呢，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图，就他如果是一个自律很高的孩子，反而你可以当更多，你是当爸爸妈妈，偶尔跟他谈谈天，叫做是当他的朋友。但是越没办法自律、越无虑的孩子，就是像你们刚刚牧师也有讲，是说有的孩子如果只是真的关在房间里面，已经出不了房门，也就出不了家门。这是我常在讲的4个门：房门、家门、学校的门、社会的门。那假设你的孩子已经真的严重到无虑，就是没办法出进那个房间的门，到底是要当朋友还是父母，其实是一个非常为难的，因为他已经不跟你面对面，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其实恐怕是要想尽办法当他的朋友。那当他的朋友，你知道多悲惨吗？就是说不定你真的只能跟他那个透过 LINE， 他可能连视讯都不跟你视讯，你真的跟他的通话说不定真的都是只有透过网络。那你如果继续用比较有高期待的父母的那个角色，你绝对会受不了，所以你会掉入某个深渊里面。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我觉得在国中阶段，你可以先稍微5根手指头拿出来给自己评分一下，你目前在跟你国中的孩子大概是这个用就是5分就是满分，1分当然就是1根手指头就20分嘛哈。你大概在他的国中阶段里面，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国中，那你就可以现在评估；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已经高中，你其实可以算一下，你在他国中阶段的时候，到底跟他是就是当几分的朋友，几分的爸妈。那到了高中的之后呢，我觉得是下一个阶段。到了高中之后，其实当爸妈的那个的成分要越来越低，那就是真的只剩下小妞妞咯。的前面的这个的80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要比较是成人跟成人的对话。国高中生的孩子最喜欢跟我抱怨的就是我爸妈真的太啰嗦了。我刚刚要离开这个个案，其实是今年一个高三，我不知道其他县市，台北市今天的高三都在考英听，所以我有几个个案跟我请假，今天就是高三的孩子都要考英听，他真的我想他爸妈应该没在线上啦，他就跟我说，我1到5、1到6都在补习，礼拜天是马上学测就要到了哈，就是你们俗称的108课纲。他说我礼拜天只是从房间走出来，爸也叫某某某，比如说洪桃美，你念书了没？妈妈过几分钟看他，洪桃美，你到底念书了没？有没有认真啊？还都在看手机？他就跟我说，其实啰里吧嗦的爸妈真的蛮令人讨厌的。他压力已经很大了，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他念书了没？那我就问他，很有趣哦。桃美老师也问他，那你到底念书了没？他说
老师，我呢说念书也有念，说没念也没念。那我真的是鼓励他，因为我目前的高三的学生也蛮多个的。我其实的跟他说，你是我这一学期里面算是很认真的孩子，我还是在跟他一起定出那个目标。你看啊，他上次的北区模考，他只考40，那他想要的学校要52，他一直问我，老师不可能上得了，我就跟他讨论3个月嘛，哈大概90几天，3个月拼一下嘛。11月1号、2号要第2次模拟考，12月会第3次。我说第1次大家都只是在熟悉那个题型跟考卷，所以我就跟他说再努力一下，11月1号、2号我们再看一看你那个上来多少。所以心理师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爸妈关心而已。但是他在跟我谈的时候，我真的是比较幽默有趣，有点边玩，真的就是同才朋友，我没有给他很多的压力，那他爸妈也没有给我这个任务，但是我一样，因为我是考试出来的一个才可以有今天的这个成就，所以我其实孩子在跟我对谈的时候，我的价值观会在里面。那我还是会跟他讨论，如果他要大学，他想要进哪一个学校，他可能这3个月还是不能放过自己。好，所以来到这里呢，我想跟爸妈分享，就是说，假设你觉得你已经当不了那个朋友，也当不了那个父母，我真心要觉得就是这段时间就放手吧。我说针对会念书的孩子，还是要有一点点放手。那你们当父母的部分要做什么呢？麻烦提供给他们吃的喝的，不要再管胖瘦，不要管胖，他喜欢吃一点零食啊、水果啊，爱吃一点什么，你们就是提供他吃的喝的。然后如果有能力在接送，就是车程接送上面，就是让他们多一点点的安心。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里面，最重要是他的身心灵要可以稳定。那我认为这是父母可以思考的。那如果当朋友那一块，当然有适合的人，比如他的学伴，就是可以从他的学伴里面去找寻，或是家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跟他关系是不错的，可以帮助他有一些抒压，这个我是还蛮肯定的。就你有没有可能可以从别人来扮演那个角色？那我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变成是1个月来1次，因为已经很紧急了，我就会让他把多一点时间留在念书。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国3就来找我的，我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稳定的齁。所以当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朋友的时候，我们大人要非常有弹性，有时候多一点，好，有时候少一点，就是你们怎么样去调整你们跟孩子的那个距离，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回答的。我有尽量在抓时间，我10分钟了，所以我要回答第2个问题。心理师就是有个职业病，对时间非常的在意，这样子哈。第2个问题是离不开网络世界，父母怎么办？这个真的是又是一个很难的，就是其实网络成瘾一定会有伴随忧郁症、焦虑症这2个，然后社交畏惧症、出门恐惧症，这些都是如果已经到离不开房间，学校也没有去的，爸爸妈妈升学就已经不是现在你要考量的，恐怕你比较需要的是，万一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学校，那还是要想办法先看身心科医师。我很直白的说，因为现在升学不是他最重要的，现在是要让他愿不愿意有面对一些现实生活。那我又把我的手指头拿出来了，你要看看哦，你评估看看你目前你的孩子功能剩下多少，一样5根手指头就当作是满分。你的孩子有没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愿意跟你去倒垃圾，愿意跟你出门买菜，
然后你有一些电器坏掉，马桶坏掉，你叫他，他愿意出那个房门，也就是你必须要先恢复他的基本功能，让他可以离开那个房间再多一点，离开那个电脑的时间再多一点。功课一点都不重要了，因为他现在要面对的不是功课问题，而是他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的问题。往年我也都有接过这样子的个案，是好不容易被爸妈说服来跟我心理咨商，那个孩子学校断断续续，也很有可能高中已经换了2个学校、3个学校。那我都跟父母的目标就是回到学校，当然是第一目标。他回不了，就是先家庭生活功能要让他参与。你知道要带他出去吃饭不容易，你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所以连要带他出门吃饭啊、散步啊，那都是一个万一都很困难，真的就是得要身心科医师的介入。那我刚讲的这个孩子念书的挫折不是0就100，就网络成瘾这个孩子，他后来其实在某一个学校，其实讲也没关系，我就说他们应该都不在网络上，就是他在士林高商也可以考到第1名啊，要么就是都不去。那我觉得他现在很棒的就是在因为我一直跟爸妈强调，他一定要有身心科医师的药物介入，因为他转了2个学校都没有完成就对了哈。今年也已经20亿了。他最近真的很棒，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开始参与家庭生的家务，就是帮忙倒垃圾，然后有一些便当晚餐让他去买，然后身心科让他自己回诊，然后这个孩子为了鼓励自己出门，他就跟精神科医师说，因为是诊所，说我不要你开1个月的药给我，我希望你每个月开药给我，我每个礼拜，所以他每个礼拜就会去跟这个医生聊一聊，就是最近的进展，至少完全简居在他的房间到最近的这些进步。然后他当然高中高职都没毕业，所以接下来的明年希望疫情稳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学会骑机车，然后能不能找一些打工的。所以当离不开网络的孩子，生活技能要先重建起来，那这对父母来讲又是一大挑战。网络的部分就是你我都有接过啦，你断他的网络，就是菜刀绝对是拿出来的。如果到这么严重，所以断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是我第2个谈的，就是要记得，恐怕是要真的这么严重的身心科，恐怕是不能不加进来。那因为这个COVID-19 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桃园因为我不知道在线上你们都分布在哪里。我知道台北的身心科医师就是有被紧急变成是可以视讯看诊，我那天就有陪诊陪诊了一个没办法出门的然后身心科医师当然因为那个孩子有跟我做心理咨商那样，我很谢谢那个身心科医师。你知道我们就是孩子在家，然后我就在我的办公室，然后我们父母去挂好号，然后我们真的就是视讯看诊。那当然真的也要找对愿意这样子做。台北市有40几家身心诊所是可以视讯看诊，然后就可以拿药，然后当然要找对那个很有趣的医生，是愿意跟孩子有一些的对话。那我觉得这个药物的部分，恐怕如果这么严重是必须要考虑的。好。第3个是孩子的心不定，没有动力，父母怎么办，对不对？念书这件事情是对孩子目前的定义，我觉得少有孩子是为自己念，我们的年代是为自己念。那现在的孩子真的大部分都是为父母念，所以呢，孩子的这个心不定的没有动力，我真的都比较鼓励爸妈，请先不要把功课真的排在比较前面。我要讲就是能不能先
从技能。我们这个年代，因为我57岁了，我不知道线上的爸爸妈妈都几岁。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父母有一个地方，我认为比较严重，就是我们懂太多，我们知道太多，我们太能干，我们帮孩子做太多，造成他们有很多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那些决定。所以我觉得动力这个部分，我建议的方式是先找他有兴趣的下手。对吃的有兴趣呢，我们在家里就要好像开烘焙班一样，你知道吗？然后对音乐有兴趣呢，家里也就要开演唱会。好啦，只想打电动是吧？不好意思哦，爸爸妈妈恐怕就得要陪他玩一下电动，就是可能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讲。喜欢看 YouTube 是吧？请跟他一起拍片上传网络。喜欢录那个什么 Podcast 是吗？爸妈你都要学。也就是说，你的孩子不想念书，拜托你就跟他一起玩，这个也就算是又是父母又是朋友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我们父母很值得要考虑要怎么做的。因为现在孩子跟我们那个年代真的不一样，我们也要点思考。现在孩子不像我们这个年代要进去公司朝九晚五，到我们的孩子出来工作的时候，社会的多元性多样化，让他们选择也非常的多，也冒险，稳定性也比较不高。所以你们的心脏都很强，爸爸妈妈你们其实很棒，你们一定要给自己鼓励，就是你可以撑到现在，你的双手是很有力的，你的双手有力，你就可以扛起这世代孩子的需要。所以你们都非常的勇敢，也有勇气。那我有请牧师，你帮我把那3张图放上来。好，我请童工把那3张图哈。等我一下哦，对。好。好，第一张，好，第一张哈，你们都看得到那个走向是认知、情感跟行为，看到吗？大家看到钉在那里哈。对，有3个圈哈，这是我常在你们相信这諮商室里面，这都是我准备好的，我就会跟个案分享。我们的认知想法，我刚刚就为什么都在调整爸妈的认知想法，就是你的大脑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思维，就是我的孩子在我手上，我既像爸爸妈妈也像朋友。所以当我的认知思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你绝对不可以说他没效啊啦，你知道齁，你头脑里面没效啊啦齁，没救了齁。那你的情感就会往这个，我这样子弄看，就往情感跑，对不对？你就会很失望、绝望，然后就是你的情绪就被困住了，然后你的行为就会想去骂他，不要给他吃，本他断电，然后呢就起冲突，然后这个你知道吗？中间有一个加害者跟受害者，对不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加害者，他就是受害者。然后这造成我们这个整个家庭的气氛就很差。所以爸爸妈妈，我今天想要说的就是说，当你的认知会影响到你的情感，也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所以是这样逆时钟。那逆时钟的方式就很容易翻船。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帮我放下对，好，谢谢。这一张呢，我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我的荧幕上黑掉了，有成功吗？看得到吗？好，再看能不能好，很好。这一张呢就是顺时钟。我们最近疫情稳定还不错啦哈，但我没有那个意思啦。好，因为各路来嘛，我也不知道你是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认知如果是带着盼望，就像我刚刚讲的，没有动力练书，我来找他的兴趣。我在家里开音乐会，我在家里开游戏竞技场，我在家里跟他玩就是运动或是什么。这个认知呢，你的如果很正面，请先做出你的好行为，就是往行为那边再跑了。好行为做出来的时候，你心
如果比较平静，因为你先做出好行为，也带出果效，你的情感就会比较稳定。你的情感比较稳定，回到认知想法的时候，你就比较有盼望。也就是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从认知、行为、情感要顺时钟跑。那当然，那个行为的地方，我比较鼓励你们国高中的孩子，我们大人真的要尽量是好行为、正面的行为。当你要做出坏的行为、啰里吧嗦的时候，请你去厕所冷静一下。你自己要先离开那个情景，不要让刚刚那张图是情感在导向，对不对？认知跑情感就是逆时钟的时候，你就是被困住了。那是顺时钟的时候做出好行为，可能就有一些调整跟改变的空间。好，牧师，还有一张图。还有8分钟。好，这上有我知道我上面有点看不太，最上面那个就是认知，然后蓝色那个地方就行为，红色那边就是情感，对不对？我用这个就是也是想要，我这中间有无虑、他虑跟自律，我就是想回应我刚刚讲的，也就是说认知在最上面，一样是这个顺时钟的方向哈。无虑的孩子，他的认知就是他几乎是自我放弃，他虑就是爸爸妈妈还可以推他一步做一步，推他一步做一步。自律的孩子就是很知道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评估一下你的孩子的特质，到底是从无虑、他虑跟自律，目前在哪一个阶段？当他在无虑的时候，你如何先做出好行为，让他感受到，他情感也得到满足之后，你能不能慢慢走到他虑？那要到这3个月，只剩下3个月嘛要直接到自律，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我们线上真的有一些爸爸妈妈，你的孩子是比较小，我真是要说，你真的现在就要开始训练他从他律到自律，就是那个好习惯的养成。牧师说我确实真的会骂家长啦，我今天中午才骂一个小孩而已，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那牧师因为真的认识我很久了，我去迦南教会带这个亲子课程的时候，爸爸妈妈如果在线上，我也跟你们说一声抱歉，曾经被我骂的，就是我确实是我很想要，我是一个恩威并重的人，你可以跟我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就是我认为该要有的规范跟界限，我还是希望家长孩子也都要遵守那个东西，这是这里的自律。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孩子现在还小，你一定要去评估他无虑、他律跟自律的状况，在那个成分在哪里？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再讲大概30秒，我就来回答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先回想自己，不要所有东西都要求孩子。你什么东西你无虑，什么东西你可以他律，什么东西你可以自律。我意思是说，连我这3个部分都会有有时候我放假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玩那个什么消除方块那一种。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不会死掉，只是自我挑战，我一直都可以一直玩。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无力玩到眼睛都不舒服了，1个小时过了，然后而且那个我如果越晚玩，我晚上就会睡不好。所以呢，我妹妹就会说：“姐够咯你还在玩，你明晚上睡不好。”你看我有时候到无力，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下去，然后就会骂我，那就他律。所以呢，很有趣，我就把这个游戏就移出。但是到了放假又无聊了，又想说又拿来玩一玩。我在考验我自己可不可以自律。好，所以呢，这个东西我就是想。更小一点，我赶快拿一下，我赶快把我的小抄拿出来一下，因为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时间了，这样子就是刚刚有人在问我这个什么顾客跟抱怨跟过客，对不对？我很快的讲，
所谓的无虑的孩子呢，他对于他的责任他是不负责任的，他是过客型的。哦，所以我为什么才会告诉你们家庭责任家务要分担给他？那抱怨型的他律会形成一个抱怨型，就是反正都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是我们推他一下他才动一下，推他一下才动一下，对不对？自律型的就是顾客型，我们去百货公司消费是不是顾客？因为我拿钱去买，所以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好成绩，他就是要自律。所以这是过客抱怨跟过客型、抱怨型跟顾客型，在跟这3个的对照。好，在这里呢，就是我把看起来真的只剩下3分钟，也就是说这张图里面，因为提升他们的认知，然后增强他们的好行为，满足他们的情感，这个3个部分也是常常我在跟亲子这个諮商或跟孩子谈的时候，也会常常都提到这些。那我今天必须要先停在这里，因为这个都是我有时候去演讲的资料。然后我知道刚刚过客就是牧师很可爱，一直在帮我们打字。牧师，你有看到对不对？过客就无虑。好，我知道我来看一下问题哈。我怕的能回答的可能刚刚有一个。我高三儿子现在就是老师说的样子，他不愿服药，对不对？好，现在就是，如果你是在好，反正就是你可能孩子都没有，如果假设都没有就医过，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带着你的健保卡或儿子的孩子的健保卡，还是找一个比较安全可信任的身心科医师？其实你可以先去看诊，然后把孩子的状况跟医生说，然后如果假设他也不愿意来看诊，目前不愿意服药，那你可以问身心科医师说有没有任何的替代方案。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医生是愿意给滴剂，就是像水的那种滴剂，然后放到食物里面去改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要真的去跟医生讨论。那假设他不愿意服药，但是他愿意开始跟你有一些分担一些家务，那你就是可以带动他的那个生活技能的部分。因为等于是这个我知道的讯息就是比较少一点，所以我可能就是只能回答到这里。也就是说你可能真的只能再假设他已经你有配合的不错的身心科医师，你自己本身真的要去跟医生讨论。好，牧师只剩下1分钟哎，还有人问问题吗？有2个，还有2位，但是老师，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留下来，然后你下一次我会把这些问题集合起来。我很快看一下，请问老师过课抱怨话，这个我已经解释了。最后一个，高1的小孩半夜醒来玩手游，对吧？这个真的，我回答完这个就好。我知道牧师你体贴我要下班了，对不对？对，辛苦了，大家都在等你。就是我简单讲一下，既然还是高1而已，爸爸妈妈这个问题就必须要重视，请不要忽略。就是你们家的网络真的就要去设定，连爸爸妈妈都要断网。我常去这样子讲，你们家要全部进入没有网络的状况。我意思是说，晚上11点之后，就是你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的解决，因为他醒过来，然后他的手机，爸爸妈妈我其实都会想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完全吃到饱，能不能去跟那个电信公司还是有点讨论。你们不处理呢，如果高1就这样，你越到后面你会越痛苦。也就是说，网络跟药物这个部分，网络就是要跟电信公司讨论，然后药物就要是跟医生讨论。这个真的是我比较没办法。就是我只能从我的临床经验告诉你们，然后网络这件事情，爸爸妈妈
我常常这就是牧师也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骂人一下，就是你们必须要陪过孩子走过最艰困的这6年，因为这6年极有可能就会到网络成瘾到无虑那个状况，也就是说连你都不能玩手机网络，刚要断的时候是全部都要断网。就是全家该去睡觉，都没有网络就要没有网络，所以到底是这个孩子的手机要去设定时间到了要关机。我知道我有家长是这样子，那高一只要他不会拿起菜刀砍你，就还有谈的空间。你现在不处理，到了你不能处理，他真的是菜刀就拿出来了。这个是还是要你们家庭会议其实是可以去讨论的。好，牧师，我必须要离开了。好，我们非常谢谢洪桃梅老师啊，真的是很用心陪我们，我们真的受益很多哈。那老师你可以先这个下班，因为大家都在等你。那我们下次见，我会把这些问题我会这个留下来，然后我们再传给老师好，谢谢老师。那我们其他人继续我们继续来分享老师刚刚给我们的好，拜拜，晚安，拜拜，好。那我们亲爱的大家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虽然老师不在我们中间，他先下班，因为他的同事都在等他，他们要大家一起离开那个他的諮商所那我们呢可以就老师刚才所谈的如果我们有一些想要提问的，也请你可以留言下来那或者是你有特别的想要可以分享的，那么你可以跟牧师讲，那我们可以再聊一下，然后我们会把这些疑问给老师那请问我想老师刚才所提的这3个我不知道这3幅图片，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觉得老师就是会先给我们一些例子，然后其实这些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有3个孩子，我刚刚有说，我第一个孩子是所谓的自律性很高他从国小一直到这个高中，尤其国中的时候，他是没有请过1天假，都是自己起来不用我叫，反而是他叫我们父母因为我们弟弟妹妹都比较小他读的国中要坐公车比较早起来，他自己会把这个面包放在电锅，然后他带着面包要出门的时候，他还会叫我说妈妈，那个爸爸妈妈我要出门了。那我的另外的小孩是国小或幼稚园那老2就不一样像老师刚才说的我的老2的这个特质，他是属于比较真的是没有办法规范他的他3岁的时候，他就是也会挑战的。我老大的时候呢，是这个按照书，真的人家说按书来讲那我请我们的同工把刚才的那张图，这是下一个礼拜老师会再来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刚才的第1章好吗？我们刚才的第1章好，那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先从我们父母的这个认知上面，我们可以来了解我们从我们的认知，我们知道我们父母的效能，尤其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努力做他的父母然后呢，我们是要跟他建立有关系那我们才能够跟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他会形成他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跟他没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很难的所以老师刚刚讲说，如果我们目前跟他已经有这个情感上的冲突那我们才要来限制他的行为那真的是很难对了是的，我们要先跟他有依附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真的要趁年纪小的时候。可是亲爱的大家，如果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第2个孩子一样，年纪小的时候我规范他，像老大这样规范他，他根本不甩。然后他叛逆的时候，
音乐牧师要鼓励大家，真的不要气馁哈。我也是被很多的这个论断了哈，他说你就是没有把它管好啊，哈，他才会这个叛逆啊，走到这个黑道去，走到离开，就他不是交到坏朋友，而是他是成为别人的坏朋友。因为我的小孩就是非常的聪明，他是一个某一方面很自律的哈，他不玩手游，但是他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会很辛苦哈。但是我小孩现在都大了哈，我要赶快先讲结果了哈。我们的下一章哈，可以我请我们童工给我们下一章。老师刚才有讲，我们呢可能先从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我们恐怕我们也要有一些认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有父母的这个存在，趁他还年轻，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规划成为一个有效能的父母。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的孩子现在是年纪大概是什么年纪？那我想小孩子是什么年纪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可以的来做一些努力哈。然后我想那个关系是很重要啊。我的小孩子要这个人生要出很大错的时候哈，他曾经说，若不是父母这个用无条件的爱他的话哈，他大概就是做错的决定。因为他那时候的好朋友5个，2个已经这个意外跟自杀，刚刚老师说的哈，就是他们会用药物的话，脑筋都会有一些状况。那有一个，他21岁就被判刑22年，所以都没有，以目前来看都没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这个老二现在是已经回来当正报啊，这个是他，所以他也是很希望可以帮助青少年啊。所以这个音乐牧师很希望就是我们帮助，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团体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那我们真的是跟着孩子一起来成长。那我不晓得我们在场的这些家长有没有要可以来跟大家回应的，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要提问的吗？或者是你有要分享？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来回应？那我也可以给老师说希望下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一样用这种问答的方式吗？还是大家希望是专题演讲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好吗？你如果愿意，你可以。好，我们先请那个这是圣诞树的意思吗 ？Christmas tree 吗？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开麦克风？你有举手哈，请你来分享。有人举手的意思是你想要分享讲话吗？有问过不能设时间。您的意思我可能没有不是很清楚哈。好，那请问一下雅明黄雅明，您是有举手吗？如果您举手，你可以打开麦克风，让我们大概知道你要跟大家分享好吗？牧师吗？有听到吗？有听得见，请说。我就是刚刚那个高三儿子那个妈妈。是。牧师，你是那个教会，你有谈到圣经有一段，就是有个父亲他，有个第4个儿子，他败光家产，然后他回去，还用肥牛去拜。对这一段故事。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吗？就是他第4个是后来他败光家产，然后他还是回去，对，父亲还是用那个牛，就是招待他这样，欢喜的对，庆祝他回来。是。对，牧师这一段你有印象吗？是，我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对，就是如果儿子犯了很大的错，
那我们要像圣经提到这位父亲这样子这么伟大，然后愿意他败光家产，然后还愿意接纳他，我觉是得可能我做不到。啊，对所以我们才需要彼此成为一个支持的团体啦。因为真的孩子不是只有小才会犯错，我太多朋友他们可能是小孩子，可能已经到大才犯错。当然，这个就是要衡量。我自己是，我用无条件的爱你，但我不见得我要看你几岁。我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他是18岁以前，我要负责任，我要负责任。所以他犯错，我就真的要扛起来负责任。我的先生说这是帮他解决事情最后一次，但是有好几次最后一次，好几次最后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来了一个这个化学的高中老师，在我们这里分享，郭美玲老师，我不知道你们这当中有没有人有印象？其实他是救我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他人。他是我那时候参加支持团体，他也是高中老师，就是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父母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当他朋友，因为我就是有父母的角色。那我那时候我那个好朋友郭美玲老师，他就成为我的孩子第二个孩子的重要朋友。好，我们简单分享哈，他就是站出来，他帮助他，因为我们父母已经讲了，我不能再帮你解决，但是我是很爱你。但是这个老师说好，那我帮忙你。你知道他要拿出几万块、几十万，我真的很觉得老师，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我不是说我不还老师，我说老师，那我愿意，你帮我儿子解决，因为我儿子现在等于已经改邪归正，就像那第二个儿子，已经回到这个正道，而且他一心一意在帮助青少年。我们刚刚有讲，青少年他真的需要朋友。那也就是这个我们需要不同年龄阶段的支持者，父母我们要有父母的支持，那这青少年要有青少年支持的大哥大爷。如果你们 Google 查一下，在台北市里有一个何老师，他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哈，是妈妈级的，哇，他对青少年真的是很棒，会辅导。所以在我这个全人生命教育学，有很多人都是想要彼此帮助，因为这段时间真的不容易。我如果不是这个郭美玲老师，我这个孩子可能不见了，现在他可能不是去这个已经没有在这世上了，不然就是他可能已经在监狱，像他好朋友被判了22年，21岁被判22年，你看那个一辈子都完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如果尽可能的，真的是无条件爱他，但是那个无条件不是没有界限。就像我刚刚讲说，我是有界限的，但是正好我们有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彼此来帮助帮助。然后很奇妙的那个老师他那时候拿出几十万来帮助我儿子，然后我儿子现在也在工作赚钱要还他，他说不必，给我这个承诺了一个帮助青少年的一个基金这是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可爱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彼此，尤其青少年这段时间是不容易的我想请我们同工放一张什么原因我们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希望做青少年的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孩子因为手机的关系都没办法专心读书所以谢谢不客气，谢谢我们有持续我们都彼此来扶持鼓励服务了我请我们同工来放一下我们的那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全人的辅导国高中辅导的这个海报好吗我们就是连接了一些的资源这些人都是社会上他们被社会成就，那他们是要回馈给社会的所以其中有一个数理的辅导的老师邱老师他也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确实愿意跟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当志工，他是补习班线上的数理的老师，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当
志工当7年了哈，都没有休息，只有去年他开刀，身体开刀哈，然后就是休息而已。那他就是很会教孩子哈，所以如果我们呢有青少年在家里可能没办法读书，或他也没办法去补习因为有些孩子也是没办法。那我要请我们的童工放那个数理这个海报好吗？好，请我们的童工在吗？可不可以请放这个海报给大家知道哈？那这个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也是补习班的老师哈，所以他会全年龄国高中都可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先让孩子做题目，做完以后他会问你怎么想的，然后他会就你想的地方，他会跟你有去对话，那他就知道你是哪里不会，然后你不会的地方才不会永远都不会。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会的你就是永远会，不会你就是永远都是想错。所以这个邱老师就是星期六的早上这不是明天哦，下个礼拜星期六的早上然后他会来大概2个小时。但是我们希望陪伴孩子，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是只有读书108课，刚大家可能就知道是需要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他是可以让他自主、自学、可以自律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这个会希望我们有这个帮助这些青少年，让他们有成就感。至少他在这边有2个小时可以很安静，因为我们会请他把手机放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养鸡场他不能拿手机，那他只能这个2个小时，他只能很专心的读书。那我们有一群的人，如果我也很邀请我们的家长，如果你是老师你愿意的话，或者是你有认识对这个社会的青少年有负担，愿意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我们是有一个师资群，那孩子来我们这边专心读书以外，他有疑问怎么办呢？我们会透过这些老师师资群来帮助孩子他们有成就感。那孩子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有2个小时的成就感，达到好的分数以后，他会慢慢累积他有成功的经验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些孩子，我们的活动是你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孩子我听了真的是眼泪快掉下来了个子小小的，我说你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听我说，因为平常学校也没有人听我说，家里也没有人听我说，我好像是空气人。但这个孩子这样功课，自从有人听他说之后，开始有点进步。另外2个孩子说，他们从来没有考过1次及格，这一次及格，他就很高兴。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可以在这个家长成长方面彼此鼓舞那我们也彼此来做一些事情，因为牧师真的知道我们其实彼此帮助，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自己，是帮助我们开始有一个善的力量，这个善的力量会成为一个循环。好，那我们就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可以把电话，这个是需要报名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或者是你觉得你私下要跟牧师说，在这里不太方便说的，好吗？好 ，OK， 好，那下次见喽。如果需要离开的，没有问题你可以先离开，没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私下请你可以留言牧师可以另外开一个教室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也可以为你祝福来祷告那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甚至我会把你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交给老师。好，那如果大家希望有怎么样子的讲座，或者是我们希望有怎么样子的团体家长成长班，我们比较希望有的，请你也可以留言好吗？让我们可以知道，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当父母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大家，你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刚才我好像看到有人有留言哈，他就是觉得是有问过不能设时间，请问一下，怡柔有在这里吗？怡柔有在这里吗？怡柔，你还在这个啊？请你可以开一下麦克风吗？你可不可以邀请你多说一些？哦，有听到吗？有听到，请说。嗯，对，就是有问过，但是不能够设时间的。哦，是你的小孩的，请问您问过是？就是电信公司的就是时间有问过。哦，是哦。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因为其实孩子在国中小学，他其实都还算是自律的孩子。然后是因为那时候的2个半月，就是疫情嘛，那孩子在家里就变成是，而且他就刚好是国3生，已经考完了。那我们也觉得说考完就让他轻松一小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刻意去约束他什么，因为他也都是有正常睡觉干嘛，就蛮规律的。可是上了高中之后，因为就变成是要上高中前那一段，我们就开始开放有手机嘛，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手机。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变成是都会，开始玩手游，玩的比较晚。然后有一次是无意中发现，怎么好像半夜，他好像有起来在滑手机。对，那我们就有去问电信公司，那电信公司就说没办法这样子。是啊，好，那刚才有一个英文是 Ray Down 吗？可不可以？他的有留言说中华电信是可以，可不可以请你告诉这位怡柔好吗？你开麦克风帮助他一下好吗？中华电信可以设定设定断网。我是妈妈，我姓郭，对，那是因为我朋友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所以我曾经打去那个中华电信询问过，它是可以设定，假设它有分时段，假设就是9点到几点，它有好几个区段，那就是父母可以打电话去设定哪一个时间断网，让小朋友半夜没有办法一直的使用网络，所以我有询问过中华电信过，对。因为我们家是那个亚太的，对，所以而且我们也有绑了一段时间的约，所以我有问过，就亚太的部分就没有这样子。对，真的是谢谢。对，因为其实就是它变成是，他是说可能要下其他的 app，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就是他们的电信没有这一个部分，这可能就是每一家的电信业者提供的部分不同这样子。对。那个因为是这样子了，刚刚有人说手机是这个对不起，这个英文是 Mailing 是不是？他说手机本身可以设，好，那你愿意来教我们的这位妈妈吗？听得到吗？听得到。说 OK， 我是有一次也是在国小听讲座，那个主讲者他有分享，然后我也是因为小朋友半夜起来滑手机，那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也有上网查每一个手机，不管你是 iPhone 或者是你是 Android 系统，都可以设定的。那我刚才看到有另外一个妈妈说被她儿子破解，那这个破解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常换密码，因为密码是大人设定的。我们家的状况是每天晚上11点我就准时断，你是没办法使用的，就是你手机在你身上，你只能够看时间，或者是假设有人打电话给你，那因为我们只有1G 的网络，所以半夜也不大可能一直讲电话，所以他的状况就是他11点了，因为我们网络是全家都有，就是 WiFi 是全家都有，不可能因为我限制他，我们大人也不能用 WiFi 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手机绑11点一到，手机就直接锁住了。而且这个手机 APP 很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去看小朋友用了哪些 APP， 哪些东西他花了多少时间。我说我可以接受你有一些娱乐，可是比如说你这一天你就花了1个小时在看 YouTube，这个就不合理啦，或者是你花2个小时又非假日，那你这些时间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分配的动作？那我是觉得你可以去看每一天在每一个 app 上面的时间。如果妈妈更
更积极的话，你可以在每一个 app 设时间。有一次我跟他生气，我就是在特定的网站，就是特定的 app 里面设定，比如说只可以用10分钟，它就会断。那他如果想要用，他会提出要求，我本人的手机就会看得到，他希望可以增加时间。那要花一点时间也研究，可是不难。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做手机上的设定，那你就可以非常确定知道它是几点到几点是不能使用手机的。谢谢。谢谢我想我们很需要彼此互通有无哈。刚刚我跟着黄华梅老师一段时间，真的大家如果你的孩子是还可以规范，像刚才这位妈妈的话，趁现在要给他规范，就是他会变到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拒绝出门，那真的就很烦哈，不是害怕的这个不是拒绝的拒，而是害怕出门的拒哈。那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彼此来帮助哈。那可以的话，还有，请问一下，刚刚是不是还有人举手？我没有看到，这个请你也分享一下，我没有注意到的，有吗？如果没有，今天牧师要分享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大学的教授，他的小孩一向都是他一手这个带大。小时候他在大学里面当教授，可是他的妈妈是很稳固小孩子的重要他的小孩很优秀，都是自由班的。老大儿子现在读台大，老二也是传绿色的。但是到高中开始解放，就是说小孩女孩说她需要跟同学一样有网络，所以妈妈就给她有网络，只有暑假2个月而已哦。这个女孩子就交到这个网络的男朋友，突然就回家。在暑假当中2个月，这个女孩子就已经心都离开家。后来呢，这个妈妈只好告这个男孩子，就是诱拐未成年少女，所以这个小女孩变成跟她妈妈住在一个屋檐下不讲话，只有在法官面前讲话，然后用手机，她有时候还爱接不接。所以，亲爱的大家，我想我们都不希望，真的网络真的这个是设计过的东西，设计过。我自己当过国小的专业老师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网络的游戏这些，这个都是由心理师跟一批的这个所谓的一些高知识分子他们来设计一些让人可以会沉迷的，不然那这些游戏怎么办呢？所以我非常的希望说我们彼此来帮助。那我非常谢谢黄华梅老师，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如果去他的諮商所諮商的话，其实是非常贵的，可是他却愿意来这里帮助，非常的感动嘛。你看，全部的諮商所都等他一个人下班哦，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福气呢。愿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彼此。好不好？好，那我们同样的时间，每一个礼拜6的6点半到7点半。那课辅班是针对国高中的课程。那这个家长呢，如果你觉得国小的孩子可以参加吗？这一个数理我们目前是国高中，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点一下最后一个离开，我们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联络的方式。如果我们有国小的老师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会开放给孩子来。我们的心智就是全人，我们希望什么年龄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彼此帮助。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有这段的时间我相信日后我们回忆起来今天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当初认识黄华梅老师，他怎么帮助我想他很持续来帮助我们。那下个礼拜还是黄华梅老师，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有想要问的，或者是你有朋友，谢谢你想要问的你可以留言好吗？有 email 刚才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干事哈，我们的干事他留了这一面哈，或者是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粉丝的粉专里面你可以留言，那是不用看不见的哈。那我们会回答回复你的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疑问。好，那上帝祝福你们哦，因为牧师会为大家祷告啊，使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能的父母，而且我们可以天天快乐，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平安长大，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哦。可以留下你所需要的哈。如果你需要跟叶牧师聊聊，你也可以留下来。你最后一个离开也可以。拜拜。还没有离开的是如果想要跟叶牧师聊天，也可以，叶牧师可以听你说或者是说你有需要留言的都可以。我们剩下陈军吗？陈军，你需要叶牧师跟你聊一聊吗？你还在吗？你在线上吗？你愿意开麦克风吗？陈军吗？你还在吗？好。